歡迎嚟到李銘街桌球探索第27集評分賽。喺個網上面咧搜尋咩叫 handicap 咧，咁啊第一樣嘢彈出嚟咧就係呢啲殘障人士嘅運動會。handicap 同 disable 唔同，咁但係咧喺英文上咧意義咧都好似差唔多嘅。handicap 咧用喺一啲運動咧係有特別嘅意思嘅，例如 golf 啦。咁原來咧每個打 golf 嘅人咧都有佢哋自己嘅 handicap 嘅，即係話咧佢哋嘅評分。咁等唔同水平嘅人咧都可以一齊打。剛才見到 Charles Barkley 同我打，我要讓佢12棍。嗱，呢個係我 golf 嘅 handicap 喺全盛時期，即係上一年咧我去到 +2.2 嘅，咁即係話咧都算係唔錯啦。冇 handicap 嘅情況，我哋叫 open 公開賽。咁喺香港嘅桌球當然有香港桌球公開賽啦，獎金18,000蚊。喺香港桌球入面咧，其實好多評分賽嘅，好多唔同球會咧都搞唔同嘅評分賽咧，令到唔同水平嘅球手咧都可以參與。咁喺有養分嘅情況之下咧，亦都可以同一啲比較高層次嘅球手去玩下。講真，我自己咧就足足有成10幾年咧冇出過去打評分賽㗎啦。咁今次咧，終於自己揸住支 Q 行去一個比較近嘅桌球會咧去打我10年都冇打過嘅評分賽。嗱，我想話咧，我有10年冇出過嚟球會打評分賽啊！今日咧就嚟到呢個觀塘嘅海龍桌球，咁咧就打下評分賽啊！咁啊見到好多好朋友啦，咁啊喺未輸之前咧影咗個 video 先。哦，贏再拍啊！贏再拍啦，係嘛 ？OK，加油，努力！好。今集嘅主題係評分賽咧，就絕對唔係咧睇我打波嘅，咁當然都要剪少少嘢嘅。評分賽基本上喺全香港各大波樓咧都會有噶啦，咁啊亦都咧好多唔同球手、唔同水平嘅人都會參加。你認識嗰度嘅經理，咁佢就可能會俾個評分你啦。咁啊亦都係俾一個報名費，然之後咧就約自己嘅對手啊，可能自己約，可能咧嗰個經理幫你約。咁所以咧喺度首先咧就多謝各大球會嘅經理咧勞苦功高，令到咧好多評分賽咧都可以成功舉行。一個報名費，咁當然咧要俾波鐘嘅，咁好多時候咧就打到去5盤3勝嘅情況之下咧，對手太強啦，輸緊2-0，咁究竟你會棄船啦，定話咧盡量令自己追翻嗰2鋪，打個決勝局？嗱，當然啦，我真係聽過好多球友講咧，輸緊2-0都係放棄啦，波鐘平啲。喺咁嘅情況，當然啦，練少咗嘅嘢就係你嘅鬥志，咁但係同時間慳咗咧，就慳咗喺你荷包，咁所以呢個咁樣嘅打法咧，就真係見仁見智啦。好，又講下評分啦。咁唔同嘅球手咧，好得意嘅喎，喺唔同嘅球會咧嘅評分可能係唔同嘅。可能你喺呢度打緊30分嘅評分，第二個球會，某程度上你同個經理熟啲，咁你咧就少5分。咁所以話咧，其實評分賽咧都係一個訓練人際關係嘅好機會啊！好，評分賽另一樣嘢咧就係知道咩叫善用資源啊！咁啊，其實自己咧評分如果係高嘅話，可能揸住20-30分，對住一啲咧需要讓你好多分嘅球手，究竟你會點打呢？呢個亦都突顯咗咧喺桌球入面防守嘅重要性，又要識得機智地咧將一啲大分嘅波咧踢死。咁咧，例如而家見到嘅情況咧，黑柴嘅位唔好嘅，咁拼波咧就直情冇得打添。咁其實咧對手已經咧將我咧擺咗入一個唔係太好嘅情況之下噶啦。再加上咧，大家而家見到個比分咧係2-2，打緊決勝局。其實之前嗰2鋪咧，見到對手咧嘅進攻咧非常之有文有路，亦都咧入到遠台非常之準嘅。我覺得其實我讓緊呢個分咧真係好難打。咁好彩咧，到最尾呢一鋪咧，其實而家啲波咧都 open，咁亦都咧嘗試喺度咧盡快將個黑波咧擺翻喺自己嘅 spot 點。其實評分賽另一樣嘢可以練到，俾唔同程度嘅球手可以真真正正練到咩叫受壓。嗰啲分數咧，其實大致上咧，我都覺得咧，次次嘅評分都幾公平嘅。咁基本上咧，你如果打唔到自己套波出嚟咧，輸嘅機會非常之大。咁即係話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喺壓力嘅情況之下、比賽嘅情況之下，可以發揮到自己嘅水平？另一個評分賽可以俾到嘅機會咧，就係大家咧認識下新朋友啦。因為原來咧評分賽下一 round 對嗰個咧可能都係同你差唔多分，20-30分，咁即係話咧其實平時水平咧應該都差唔多嘅。
咁變成如果打得一次、打得兩次，大家做咗朋友呢，起碼呢都叫做多隻腳一齊練波，起碼大家水平差唔多。好啦，睇翻而家局面嘅形勢呢，處理埋黑柴右邊嗰兩隻紅波呢，兩個袋呢，黑柴都可以打啦。其實評分賽仲有一樣好特別嘅嘢呢，就係你去到唔同嘅桌球室、唔同嘅台去打，你嘅適應力究竟有幾強呢？好似我咁耐冇出嚟打，對上一次打觀塘呢間海龍呢，就係打 Hong Kong Open，亦都知道呢，佢哋嘅冷氣非常充足，咁所以呢，今次呢都即刻着多2件衫嚟。知道啲台快，所以咧臨搭扶手電梯上嚟嘅時候咧，都同自己講今日嘅 A 就要輕啲，K 就要長啲，我先至控制到個白波。我記得咧喺全盛時期，即係嗰陣時英國啱啱翻嚟冇耐，不停篤波嘅日子咧，手頭上我係會揸住10個評分賽。講真係由上環打到西環，打到灣仔，打到銅鑼灣，打到屯門，打到柴灣，打到荃灣，打到沙田。嗰時地鐵沿線咧都應該冇咁充足嘅，咁啊自己咧揸車去。咁揸車去嘅時候就同自己講啦，又要揸車，又要有錢，又要停車場錢，呢場波都一定要認認真真打好佢。咁呢個咧就直情牽涉咧一啲叫做比賽準備啦。其實你打過嗰個桌球室，你先至會被邀請去參加個評分賽。咁究竟嗰個桌球室嘅台啊、燈光啊、冷氣係點嘅呢？有冇事前做翻一啲準備功夫呢？咁呢啲呢，就直情認為係評分賽俾到我嘅一啲比賽心態啦。決勝局嘅時候呢，其實輸緊接近40分嘅。咁呢一 Q 呢，好彩呢就可以打到56分，結果呢就反超前。但係評分賽最得意嘅地方就係評分啊嘛，就算我打 Q 56咧，都未必可以贏到呢一局嘅。嚟到呢度原意呢，其實就想勾翻個粉紅波出嚟嘅，勾唔到呢都教到藍波。呢個藍波順勢推落去，咁啊自然當然可以教到一個紅波啦。但係呢個紅波好明顯就係難嘅。嗱，喺呢個時候呢，一啲心態有少少漏水啦，因為咧喺呢個時候呢，喺度攞支 extension 嘅時候，我就問對手：我打咗幾多分？計一計數，咦？知道呢，原來入咗呢個紅波，入埋呢個黑波之後呢，入埋隻黃波呢就會贏啦。咁當然正常嘅劇情發展去到呢度，呢隻紅波呢係必然會打失嘅。打失咗，對手呢輸緊10幾分，但係呢要盛讚一下對手呢，其實非常冷靜啊！呢球波呢 set Q 呢 set 得非常之好，用個藍波呢，遠距離咁樣咧遮住咗個紅波，而個紅波咧離開個箍足夠遠啊，即係話咧呢個波真係幾難教，一箍筍又難搞，因為咧個中袋頂住咗，咁啊嘗試呢2箍筍大量嘅西，劇情發展係咁噶啦，2箍筍多咗西，咁咪救唔到咯，留翻一個遠距離。嗱，好彩冇 free 波啊！講多一樣嘢就係其實評分賽咧就當然有 free 波啦，咁但係就絕對冇 foul and miss 嘅。咁即係話咧，有時如果你可以出啲古惑招，特登救唔到個波嗱，即係我唔係話我做緊呢樣嘢，真係想救嘅。咁但係留咗個遠嘅距離俾對手，對手又冇理由唔射噶嘛。咁啊射唔入，都好彩咧，又冇留翻個機會俾我。好啦，去到呢個時候咧，真係要出絕招啦，因為咧喺呢個波如果做一個好嘅防守，除咗可以得到罰分之外咧，應該有機會咧可以打多1、2、3隻波咧，贏到呢一場波。呢個情況，如果我就咁打個半波紅波咧，好有機會咧會踢到個啡波落去袋嘅。咁所以咧就選擇咧打翻個3/4嘅厚波，希望咧用個啡波咧嚟截停個白波。咁打完出嚟咧，好彩揩到個啡波薄波，白波咧匿埋喺綠波後邊。評分賽好嘅地方咧就係其實喺個桌球室入面咧，好多人咧都睇緊波嘅。咁呢球波咧就有足夠嘅掌聲。不過都唔及我對手救呢球波咧救得咁精彩。正常情況，如果有旁述咧，當然會畫晒啲線咧，話俾你聽點救噶啦。但係對手望一望，諗一諗，就發覺咧1箍唔得，咁啊不如2箍啦。竟然喺呢個情況做咗個超級靚嘅救波，啱啱揩到紅波，熒光幕右手邊，你睇我彈支都彈到幾興奮啊！佢救到我仲興奮過佢。咁啊，少少好彩啦，留咗一個機會俾我入到呢個紅波，就咁立定咧，就應該有黑波噶啦。遠距離
我成日都失嘅一個紅波，今次咧僥倖打入咗，咁啊留翻個正正常常黑波，嘗試去教黃波，咁啊結果咧呢一局咧險勝，結果咧就以3-2咧贏到呢場評分賽。唔係想講我點樣贏呢場波，其實真係想同大家講下，多啲參加唔同嘅評分賽，令自己嘅技術喺唔同層面咧都可以提升，令到你有更多新嘅思維去打桌球。